国道5号一起困到塞车，有民众翕到讲有人伫大溪交流道要排队上国道5号的时阵，因为紧了马路就是伊的便所，这实在是伤离谱。警方嘛表示讲，这款违法的行为，上济是当罚6000块。民众赛车排来上公共所看到有人直接落车，伫家己车头边啊放油，然后搁登车顶，讲安尼行为，互后边的车的车链全部放油，这是真无水准。这太夸张了，直接在路中间，然后把车子停在那边，然后直接尿在路上，尤其是这种夏天的天气，很快味道就飘出来了。这样当然是不好的啦，这是不文明啊。依然公共若假日拢会塞车，各大交流道车定定排甲长路路，塞伫车阵中，要紧就是无方便。附近店头定定拄着民众借便所，拢会落来借啊，哦，落来借便所就对啦。哦，那去我楼台啊，落迄个咖啡厅边啊有一个公园，是难关的哇。啊，毋过这个行为，若无卫生，搁阻碍车路通过，已经犯法。那违反这个规定的话，我们会对行为人处分1200到6000元的罚锾。那这个案件我们已经有掌握到相关的录影的影片资料。管环部就表示，凊彩大小便的行为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规定，会罚1000至到6000。已经整合相关影片，会通知车主到限讲意见，依法开罚。另外，在路中央临时停车，警方沿照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，罚300以上600以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